金门的海沙堡伫最近有发现一只死猪仔，经过检验了后，伫昨昏是确诊验出非洲猪瘟，所以即马农业部是赶紧公告讲，暂停金门的猪仔，也搁有猪肉相关的产品送来台湾，也搁其他外岛会停运1礼拜。防疫送人员全副武装伫金门沙堡顶悬，对一只海漂死亡的猪仔采样，搁伫个原地小小的抬起来，彻底消毒周围的环境。这次检验结果出来，非洲猪瘟病毒核酸出现阳性，而且基因素的比对了后，发现甲中国流行的非洲猪瘟病毒株100%同款，推测死猪仔可能是受洋流甲季风影响为中国来。不过相关单位唔敢大意，死猪仔地点就回半径10公里内25间饲猪场全面封死，好佳在无发现问题。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真无简单，正式将咱列为非洲猪瘟非一个，为确保产业的安全，农业部公告6月17开始到6月23，暂停金门猪只甲相关的产品送到台湾甲其他离岛，因为任何一点疏失，拢可能互过去前几年防疫成果去了。这是为守住台湾猪的安全，也守住相关的产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